金王子替娃娃乌背相夹，困战身体凶手金家孙良。现在金家孙良最后要斗出伊两支的断魂枪。断魂枪已经失效了，金家孙良提心吊胆。一口。 对方官十字剑，利影神宗，招招毙命。所以金家孙良感觉这就是人生的终点，但是为了生存，伊也顽力抵抗，想得要杀出重围。可惜金家孙良力不从心了。相逢剑气气功，当日金家孙良的紫金家已经处处变人发烧。这个时阵，金家孙良伊知影讲紫金家若是破，必死无疑，所以最后灵辉尽失，爆出火花，变着最后一股气，冲出军甲的阵网。 伊个真大条当虎爷，顺了着这个树林中的虎豹西枪扫把者，给他打平春风红落。启禀元帅啊，迄中原军舰哦，去请一个野人公河主虎爷。嚯，领动个虎豹西枪，要甲咱修理断掉啊！啥物啊？虎豹西枪，哎呦，打面呐！元帅。 你免着急，一切代志由我阿里不达来负责。啊，好啦好啦，这赶紧哦，拢交代好你哦。嘿，元帅啊，咱都安尼款的了。对，一摆款。来人啊！你即马出阵将这个虎爷引对大门入来。大门我安排吊人术，用吊人术将虎爷给吊起来。其他的人都变无脸啊！速速行动，准备吧！哼。 我无相信讲虎爷为什么三头六臂？来，禀军师啊，已经甲调着了。啊，虎爷调着了，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安尼好，印度亲身出来个看虎爷是生出什么款呢？死的啦，虎爷包死的啦！哎呀，狐狸啊！ 你真爱宝剑，这个人嘛个咋？啊，你若爱宝剑啊，你若死去宝剑，你就夹袂着咯，哈！运动你的心力啊，自将这更所该顿回转，安尼我的宝剑帮你下咯，对。这个人嘛个咋？咋？好呀，你是头有够呛啊！赶紧的，出骨碌嘛加石。哦，出骨碌嘛加石。啊，对。哦，对，石落。哎呀！来开杀开！我是台湾雷霆神哦。 运用着伊的神功，下死着这才能接本家技术。呀哈！不能那个想。呀哈！回来，快点，快点！这个人嘛个。 力大无穷，自将这歹徒一个打至落花流水，死伤累累。大
感情调度见证不妙，性质混杂之中，以好斗水家当地乌石料处理现场。救命！我唔敢，救命你啊！你知我的面前伫咧救了吗？你知我过敏三郎是过敏哦。对，我知你过敏，你过敏唔对，伊剑射来我就死啊！救命嘛！好你啊！是个人嘛，甲射好，出个人嘛！拜托啦，我输啦，我认输啊啦！我都跪落啊，你嘛同情咧！哼，认输安尼对煞你吗？你知影你唔对吗？我知影我唔对，以后我一定会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啊！我问你，钦差大人关在什么地方？我无清楚。什么？你敢讲你讲不清楚？好你啊！是个人嘛讲，来啦，停手了啦！我讲啦。赶紧讲，要若无我叫何日都甲你削一个半小时。等下。恁有所不知啦，其实钦差大人哦都无掠来遮咧。什么？我咧想哦，钦差大人可能是叫掠去禁在夭寿宫。哈哈，夭寿宫啊！你是真夭寿？唔是啦，夭寿宫啦，遥远的遥，寿是会寿的寿宫吼。夭寿宫唔是夭寿宫。夭寿宫到底伫什么所在？夭寿宫对得起，迄边遐，因为遐四绝在内，安那四绝哦，我这第二绝都互恁破去啊，遐机关嘛是拢总变成无效啊，恁就去夭寿宫找看卖你咧，你饶我活命，我以后绝对重新做人啦，我搁再问你，夭寿宫内面是怎样摆帖？嘛讲这个夭寿宫哦，戒备森严，遐内面的机关亭亭比我这个春红哦，还佫厉害10倍啦。所以你要入这个夭寿宫啊，是真危险的。怎样这会当入这个夭寿宫？这我无啥物甲外清楚。什么？我跟你讲，有一个叫做上文书，听说过去哦，伊就是摆设这个夭寿宫的机关啦。对了哦，唔知怎样，伊煞去退休咧。这个详细情形，你若到钱德林哦去甲问就会知影。原来如此了。是。好诶。过之日颇有悔过之意，但凡事交官府甲你治罪吧。拜托你啊！你若甲交官府哦，我都惊伊啊咧。无办法，想叫你要交劫者歹人为非作歹，应该接受到法律的制裁啊！我唔对啊啦，我唔对啊！现在知影唔对已经太晚了，大开！恨啊！打起来！好，叫人甲送到官府严办。我知了。好你啊！你叫你这好把西枪这兄弟唔通伤害无辜，知影吼？哎呀，可恼啊！可恼啊！这个大奸臣无奈何的抓不着，真够走。我想是藏在机关的内面。首先来破机关，机关破了后，抓这个奸臣碎尸万段，代志就完结咯。然后咱就来找出钦差大人咯。不讲。什么保证？不讲。你爱我的保剑心，你放心啦。我这个保剑嘛，公孙办完啊，一切拢总嘛是好你。知，我知。是使啦、唱啦、好啦、罢啦，咱暂时甲带登去乌森林。你知，唔是你知。带登去乌森林，唔只袂去惊动百姓，也若无这好罢西枪，踮这个所在害人就真唔好咯。知。使我知啦，使罢唱拢共款。唔是知，知。你知？知。是啦，安尼咱都进行工作嘛吼，赶紧回转乌森林了后。再到钱德林来拜访这个上文书，来找找钦差大人吧。我知。
照片的啊，照片的啊，死人面的啊。你是本死人，我是本那金刚的哈。天哪！未死。走过了千里沙漠，多情的爱奴呀爱奴，就理想的前途。情海，情海，情海，为何会起风波？幸福是路，有时甘甜，有时苦。哎喏，因为煞钱，佮跳起来，我怎倒落去？这摆真真正正有影跳起了。嘿喏，嘿喏，嘿喏！哎呦喂，我病喂！什么人该叫金甲酸龙？到底是谁救走金甲旋龙呢？我看是前海叫人救野款哦。喂，老仙，喏，迄什么人？我哎，哦，对半空中旋落来，还搁再旋倒去哩。你唔知影什么人？你直接看无准心。我看迄灰鼠，什么啊？灰鼠，灰鼠？我别讲，唔是，蜜毛，什么密报？偏方啦密报。变好，我一条呢，喂，去，我嘛唔知啊，你呢？赶紧对，我，哼，唔免等啦，唔免想见到啦，根本你脑顺，我嘛是脑跳了。启禀国师，外面有一个姓毛的木乃河求见。哦，木乃河家己个人来人啊，还他进见啊！请你来。哎，木乃河的参见国师，千秋。我好到水家我礼拜，好到水家，我甚至有人办到水尾道人。为什么跟随在这个元帅身躯边？是啦。因为这两个就是我的保镖的，你都是请这个做保镖的，所以你才失败啦。唉，一言难尽，拜你非常的凄惨，国师啊，你都要替我报仇一下啊！免子，来到我这个所在，可比当场铁壁，因为中原军业，因为大明军兵不足为奇了。现在大明的钦差王平已经监禁在这个姚寿江内底。再来，我这要进行工课，就是，对分卡步声。挑战，赶紧到钱德林，自将这上文书甲解决单调，以绝后患。只敢有听脚步声，也无看到人这气敢有效。呵，有所不知，这个就是神秘杀手，比金甲旋龙搁较厉害，绝对万无一失啦。来人啊！莫元帅到位，预备酒宴甲洗尘。来到这个所在，进无路，退无步，规个真复杂的这个灯啊！要望无过大家呢无煞煞，那到底是要行对对去？好儿啊！你对这树林你较内行，你唔着做大声。我甲这就个日的巴噶，嘿，伊嘛是讲无法道理咧。这要如何是好呢？哦，你看看咧，面头前金光闪闪，随去千条呢。对着金光来去哈！好，对来去。人生
的成功。哦，来到这个所在，一间草厝。安尼，这间草厝可能是迄个上文氏所住的地方哦。是个款哦。不过你嘛个咋？我甲你讲啦，你掂掂啦。哦，你若带出骨嘛曱甴吼，啊，即摆这上文书听到你的声线惊着，哦，好事啊，你莫讲话，互阮两个讲就好啦嘿。出骨嘛曱甴。罗前辈还在吗？罗前辈上文氏还在吗？我乃是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。我的身躯有七代上魂是英的上魂，叫做革命三龙啊！好啊啦，莫转啦。哎呀，莫转也罢。哦，来咯。听起来恁遮拢总是少年人，伫咧叫上文书是为什么代志是？就是要来聘请上文书献出拿刀，会当逮捕夭寿强啊！哎呀，恁这少年人认错咯。老汉是与世无争的人，什么机关，什么拿刀，这个根本我一无所知。哎呀，莫啊，恁个老前辈。对啊，老前辈啊，助人为快乐之本嘛对。哎呀，恁这少年的啊，你甲我看互详细。我是一个青面的人，免来摆机关啦，吼，哪有可能呢？哼哼，安尼是我这个革命三郎，革命看错人。我问你，前顶楼内面文书是偌济人？哦，这个我无啥知，恁过去找看卖咧吼，莫大来甲我搅扰。好啦，来边找啦，行啦行啦。好，行也罢。英叔莫吵，英叔唔通吵，是非常可怕的江湖啦。大丈夫需要做别人做未到的事，大丈夫幻想世上未来的梦，大丈夫爱忍耐别人所不能忍的痛苦，大丈夫需要打倒别人打未倒的敌人啊！老汉恍然大悟咯，少年的啊，倒转来啊，少年的啊，倒转来啊，好，倒转来就倒转来啊吧。罗前辈，有啥物贵事吗？恁这少年的意请是慢慢听我讲嘛。老汉这是上文书上元庆，是拜谢夭寿强迄个技术啦。嚯，打破天下无马术。是啦，你点点听我讲。我有两个囝儿，当着指霹雳之王子，特别去衡量日关区在地良血。老汉就是受这个奸臣莫可，甲这个奸国师加亏先甲威胁，拜这个夭寿强。拜夭寿强成功了后，用迄毋知什么毒药法食一个目睭啊青霉，全来甲软禁在这个千德林的所在。方才运命之神甲我指示，我恍然大悟，才想讲特要帮助恁这军侠，破这个夭寿强，掠这奸臣碎尸万段。哎呀，恁爸囝都是真忠爱国，今日受到这款的作践实在太可怜了，甘心啦！哎呀，甘了心啦！好啊啦，莫转。哎呀，不转也罢，好，继续讲落去。是，我将这个拿刀都要献互恁，好，期待恁早一日完成着这个神圣使命。多谢罗前辈。稍等我吼，我来摕。这张就是拿刀，你摕了后爱赶紧离开。你会知影讲，现在武林有一名神秘凶手，比金甲玄龙较厉害。这个就是叫做对分卡步声，迄是乌鸦的大刺客。现在欠这大人都是叫金丽的所在，恁知吼？我知啦，老早就知咯。多谢罗前辈赞赏拿刀，我来去必然成功。我会当替你的囝儿报仇，斩死掉这个妖龙，同时掠这奸臣，为你的报仇。罗前辈，代志成功了后呢，你是朝廷的功勋啦。好啊，莫抓啦，行啦。行就罢了。啊，对方脚步声，对方脚步声来。好，老汉跟你拼。对方脚步声来了。
过敏三人得到拿到了，积极要进行工作。这个时阵，对分脚步声在三人的后壁准备要下毒手。可是耳孔进来，身手轻快，翻滚倒，变成在对分脚步声的背后了。奉了国师的命令，在这个所在收伫金王子跳我甲这个乌背相夹，对啊，来啊，布阵你睇。被金甲旋龙的对分枪所杀。金甲旋龙出现啊！哎呀，快！对。金甲旋龙走哪里去？走哪里？乌背相夹，当金王子所特别对杀这个金甲旋龙到底是什么角色呢？过敏三郎真大条，火电三人力战，对分脚步声随成随败呢，请观众这边了了。